虽然讲这新冠病毒疫情即马有较稳定落来啊，毋过有真侪民众若准讲你发烧、头痛、鼻无物件、皮无芳臭、食无味觉的时阵呢，有的人真侪也去做快筛。根据着疾管署的统计，到目前为止，逐礼拜抑阁是要到200个并发症个案。除了提醒民众爱注意家己的身体状况以外，疾管署也和药师工会合作，对今仔开始伫全台湾4500多件药局免费提供这快筛试剂。民众若准有需要，拢会当去领，而且是毋免证件就会当领。好，民众若准有镜头，也是爱做快筛，掌握家己的身体状况。这是政府提供的免费快筛哈。即马到药局毋免证件也免费用，就通领到快筛试剂。虽讲 COVID-19 疫情已经无遐流行，毋过根据疾管署统计，目前逐礼拜也是有要挖200个并发症的个案。疾管署参药师工会合作，为5月初6开始，伫4500多间药局发放免费的快筛试剂，总共1000万剂。民众若有需要，就通领，无限制几盒。有的民众认为袂歹，人若无爽快，就通领来用一下。毋过也有民众认为厝里的拢还无用了，暂时袂个领。这是袂歹啦，感觉鼻孔哪有小可无好，就小可涂看卖。家里应该还有我应该不会去领了。我家里还很多，还没用完呢。药师工会认同民众有需要再个领就好。另外，因也表示，这批快筛试剂有的较紧到期，有的通用到年底，因拢会主动甲民众讲，领好到期就好。它的效期有些比较短，所以我们告诉民众说，目前是到6月多，民众可能领取他需要的数量就好。那之后还有需求的时候，可能之后配套效期会更比较晚一点点的再来领。药师工会表示，民众会当伫疾管署网站顶看到提供快筛试剂的药局名单，不过目前也有一寡当咧配送，按算拜2有配合的药局拢会收到，为拜3开始，名单顶面所有的药局拢领会到。记者刘时武、林旭凯台北报道。